被感动了哈！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妈妈在哪边呢？哎，好像都我们教会哈，很可爱的青年哈。那我们彼此祝福一下，特别给左边旁边的妈妈说：祝你母亲节平安喜乐健康，好不好？给特别祝一下，我们来祝一下。那在这个母亲节呢，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互相勉励。我们在分享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爱父神，感谢你在母亲节，大家充满了温馨跟喜乐。我们知道所有的爱跟恩典是从你而来。我们借由神的话语，也要看见神在母亲中所设定这个美好的恩膏跟祝福。也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行走天路，大大的得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母亲节，那本来想说是不是分享有关母亲节的信息哈？但我发现说这个登山宝训的系列呢，在上礼拜我们分享过第一次，那看一看觉得说这8幅哈，刚好跟母亲节蛮有连结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程序来分享啊。那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要来一起复习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哈。那也许第一个礼拜刚好第一次就是4月了哈，4月20几号那个时候大家有的没有听到第一堂的，我们再做一点复习。这个是我们借由一本书哈，史多德这位教授他所写的一本书叫《耶稣的邀请》。与史托德一起读《登山宝训》这本书，那借由这本书它里面的架构，特别它的一些教导牧师用这样子来分享，让它有一个参考。也许有人可以用这本书自己买来读哈，来了解它里面的解说会更完整哈。那牧师是主要是用提纲挈领或是一些重要的生活的连结，与大家一起勉励哈。那这个是登山宝训当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从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3章哈，那很多圣经学者都说，这个是耶稣受洗之后出来传天国的福音一个教导的一个全集就是一个大整理。那也许在不同时间讲的，但是圣经的编辑者马太他就把它整理成各样的教导都整理成一个连贯的所以这个叫登山宝训，因为他到在巴湖山那个地方，在加利利海边一个山上来讲道所以就把它整理成登山宝训哈这个是在加利利海，这个海呢在这个巴勒斯坦或者在以色列境内是一个很重要的水源地哈。那这一个巴湖山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左上方，大概是西北边。那一个出名的地点叫做加百农加百农那个地方。那这种地点在哪边，并不是说很刻意特别，但是有一个小山坡，耶稣在那边讲道，所以很多人在那边可以听得见所以现在呢，在以色列的地方，有人把它在那个山坡盖了一个礼拜堂，纪念礼拜堂，就叫巴湖山纪念礼拜堂看起来风景很漂亮，而且附近应该是有国家把它特别做一个保护啦，附近都没有比较少这个民间的建筑居住一些村落，它是在附近而已。但是在这边可以很完整的看到加利利海。那这个是它近照。那你看这个教堂看起来不大像我们传统欧洲的哥德式的教堂它是圆顶的。那有人在研究，应该是跟这一个东正教比较有关系东正教比较，当然早期的那个圣殿不是分得很清楚了，不过总之不大像欧洲的那个高耸的建筑，它一个圆顶。这个圆顶里面呢有一张照片在写那个圆顶的照片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一个特殊的装饰，就从里面照上去，那个圆顶的周边有8个窗户那个窗户它就把8幅用拉丁文把它写在上面等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就是像这样子8个这个，所以这个叫巴湖山的纪念教堂。
那我们要一起学习分享的是说，耶稣为什么一开头就把这8个福气、8个天国的福气天国8福来把它放在这里，是要让一些基督徒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犹太人的环境、法利赛人的环境当中，看见神的祝福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而不是光守律法、光守那个戒律，而是要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图卡，它会用不同方式来展现8福。那中文字的福它把那些福都把它放在这个福的这个字里面这个是挂图这个是文言文的天国8福。那这个是要现代化的，把不同福的字放在8个福当中把那个经文放上来这样子。那其实呢，天国8福呢，我们应该如果比较早从信主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比较习惯读和本了。所以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读一次那这个8福到底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念来，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第三，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第四，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五，辅仁信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第六，第七，第八。好，因为时间有限，所以牧师就把它拆分成3段今天我要分享第3、第4、第5上2个礼拜前我们只分享了1跟2那这8福到底给我们基督徒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学习？那一起来做一个天国8福的操练。这操练说第3福是叫做谦和，这个是新翻译的，但是我们习惯说温柔的人要承受上帝产业。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标题，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个温柔跟承受产业有什么关系啦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很竞争的社会，你太温吞、太软弱根本就得不到，反而被人家假告为什么会温柔人会承受产业呢？那耶稣的教导就很特别让我们感到一个不同的可能性。那这个经文它是这样说。谦和就是我们说的温柔的人多么有福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到底温柔跟谦和跟承受土地有什么关系？那就我们要一个更深进一层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教导。好，他说一个温和或是谦和的人，他是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温和的意思是说，看见自己的灵里的贫乏，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很欠缺的。那因为知道上帝奇妙的恩典，我自己缺，但是上帝丰富我们常讲说，上帝是天父，是富爸爸，上帝是这个无限公司的董事长。你怎么样从自己的欠缺看见神奇妙的供应，那是谦和的这个起始点。所以你对自己有认识，自己的不足，灵里的贫穷，那这是上帝恩典的开始。我们常在祷告说，当你觉得一无所缺的时候，上帝说：“那你已经足够了，我就不用给你。”但是在你主面前说：“神啊，怜悯我，因为我灵里贫穷。主啊，我自己爱心不够。主啊，我的能力不够，我的什么各样的知识不够。神啊，求你帮助我。”当你说帮助我的时候，就是谦和的起点，谦卑的起点。那也是在上帝恩典当中，那个立足点在那边开始。人在神面前越谦卑越温柔，神的恩典就越大。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教导。那弟兄姐妹，耶稣说这些谦和的人必承受土地。我们马上会看见一个非常现实的对照，因为我们生活上我看见的并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有人很温柔谦卑的人真的是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他们被人家忽视，被人家践踏。看起来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是大家你争我夺的社会，是大家争先恐后的社会。你怎么样说温柔会得到呢？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许你会觉得一时的领先
或是一时的争先，你会觉得你是永久的，但其实不然。有的人因为用不同的方式得到，但是到最后变成失去更多。我们现在社会都崇尚一种叫强硬、气势凌人的。我们常听到说战狼，战狼哦，从中国讲战狼，现在连社会都会讲战狼，好像战狼就是攻无不胜战无不克的那种感觉。哇，好像这样子才能够立足在社会。也许啦，在社会的这个法则，这一个工作的法则，你看有时候人一时得到那么风光，但是请记得，耶稣给我们讲的是，我们并不完全如此。人他所以能够得到最后的回馈，是因为他忍耐到底，他能够看见前面的争夺当中，你能够看清，而不被搅扰你的心情。所以呢，我们才映照在诗篇老早就给我们这样教导了。诗篇37篇11节跟34节，他说：谦卑的人要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要安享无穷的幸福。所以这个谦卑，我们就可以看见说，那个范围更宽广了，不只是人跟人社会的争夺，而是在神面前，因为谦卑，神特别为他预备了另外一块。那一块是别人抢不走的，是别人无法用自己的方法、世间的方法去抢夺的，那是神特别给你的一份。我们有时候在法律上说什么特留份，有没有什么份什么份？但是神给你恩典的那一份，这基督徒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现实之外，或是在超越它，得到这样的祝福。34节说，要仰望上主，遵守他的命令，他就会赐你力量，保有那片土地。基督徒是因为看见那更强大的是在神那边，而不是人的你争我夺，一时的成败，感觉好像很失落，觉得好像不跟人家强硬不行。那现在所以才很多社会上强调说那种性格上很冲很强要辖制别人的，觉得他是好像是争先的那一群。那这个社会变成一种非常病态的社会。神要让我们从这一个你争我夺的社会当中跳出来。神为你预备的是人不能夺走的。耶稣基督也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说一切都要给你。基督徒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现实，能够不被他引诱或不被他所迷惑，那才是更重要。那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即便遭到剥夺许多世上的事物，但是能够承受土地。基督徒为什么很重视慈善工作、恩惠的工作，甚至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当志工，或是奉献很多金钱去帮助那些弱小的人？那不是因为你别多是因为你有神给你的一种笃定的力量。你知道，我不是失去，而是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平安跟喜乐，得到了祝福。神从别的地方所给你的，这个跟奉献也同样的意思的。你奉献金钱，你不要你是失去，或是你减少了，而是你在神的国的银行生很高很高的利息神给你预备，帮你做天国的投资而不是你失去了少少的那一部分。其实我们跟随基督人，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你是损失的，你是减少的，你是不足的，但是在神国的银行里面是充充满满，非常的丰富的。因为还包括什么呢？最后的得胜，就是在万物更新的时候，我们要承受新天跟新地。这是连结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的。温柔的人得到最多，是因为在主的爱里面，你不缺少那一块。所以我们居住在其中，是因为凡是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他说，谦和或是温柔的人，是因为在主里面，你没有那种急躁或是焦虑，说我失去什么，我不足什么，什么不够。这个社会
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就很强调消费，很强调那个资金，强调投资，强调获利。在这种无形当中，你也跟着跑，跑到最后归零了，什么都没。但是在主里面，你是温和谦卑，然后走前面的道路。神是一步一步给你装备，神一步一步给你祝福，神一步步给你预备了，就好像把你那个特留份把你保留住了，你根本不用去跟人家抢夺。所以基督徒最先理解的是，基督的道路不同于世界的道路。即使我们这样一无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像保罗一样，他能够描述自己说：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样样都有。你能够看见这一个一无所有之后的样样都有吗？到最后，生命的饱足是哪一个饱足呢？你是像那个有钱人呢，在盖了大仓库，想要存藏一切他所拥有的呢？然后主跟他说：你今天我要取你的生命，你所有的一切都归于零了。还是你要在谦卑在主面前，神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天国的祝福，天国的地图。这是基督徒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挑战。你能够看清这个社会那个争夺，但是最后有可能很多人忙碌到最后一无所有。就像耶稣的门徒重新跑回海边捕鱼，他们说一夜忙碌，却一无所有。一夜忙碌，一无所有。基督徒最大的智慧是，你并不是跟别人你争我夺，但最后一无所有，甚至是伤痕累累，甚至身心都疲乏了，而是在主里面，你拥有别人抢夺不去的福气。这个就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土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看见第4幅他说饥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为什么要饥渴？人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饿了，哇，一杯白开水也真的很好喝，很清凉。那饥渴慕义人就是要执行上帝旨意。我们从肉体的饥渴看见那个实行上帝旨意有什么关联呢？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一个王他到山上打猎，但是因为可能迷路了，又天气下雨很冷，就赶快找，看见远处一个树林里面有一间小屋子，有人住在那边，他就去那边，有他的随扈就说：请问你们家里面有什么可以吃的我们的主人现在很饿又很冷，能不能给他一碗热粥可以吗？那因为那个农家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想说抱歉，我们家只有那个热粥而已就添了一碗粥，然后拿去那个随扈拿给这个王喝。哇，这个王喝到说：哎呀，我在王宫里面吃了那么多山珍海味，从没有喝到一碗那么棒的这个热粥。哇，喝完给他谢谢之后就回去了。隔一段时间，这个王一直想念说，当时那碗粥怎么煮的？这个主人怎么那么厉害，会煮这碗粥？我要想要再回去再尝一次看看。你们有没有说到哪一个店吃到好吃的？哇，跑那么远到嘉义啦到高雄想要再吃一次，对不对？这个王就真的带了礼物去那边说：某某人你几年多久以前曾经煮了一碗热粥给我们的主人，你能不能再煮一次给我？然后他真的按照原量煮了一碗，但是这位王一喝说：奇怪，那味道怎么不一样？你是不是又用别的方式煮的？他说没有我平常就是这样煮原来发现说那个王回去吃得饱饱的啦，那再来吃那碗粥就不好吃了啦。所以什么样呢？当你饥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所以我们做妈妈的最喜欢看到说，孩子一回家说：妈妈，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你随便说桌上只有这个了，他也吃得很高兴，又不是特别山珍海味，因为他饿了就好吃了。饥渴慕义就是这样的心情啦，实行上帝旨意。那我们圣经里面有这么写他说：对不起，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
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渴望跟饥渴，最大还包括饿啊，就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嘛。那他说实行上帝旨意就是义呀，哈，这个义在圣经里面有呈现3个面向，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是道德上的，那再来是社会性的。有什么样的区隔呢？第一个，法律上的义就是一个正当的，justification 就是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一个正当的关系是法律上的这个标杆。第二个是道德上的义，就是指我们有正确的生活方式，讨上帝喜悦的品格跟行为，就是道德上的。那这个道德上呢，特别耶稣所讲的这个部分，跟法利赛人所要求那些很多的规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规条常常是捆绑人的比如说那些冷冰冰的严守规条的宗教人士，不是这个，而是从内心从圣灵的感动发出来，是渴求这个义。那第3个义是社会性的义，其实就是跟我们社会上看见一些不平的事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借由我们自己的能力，或是我们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它，愿意去追求这个社会的公义。有些人受到压迫或者在人类不自由当中，我们去努力去争取；在人类的文化的架构中，我们去寻求一个平衡。当然，这个跟民主的社会，或是集权的社会，或是很多社会当中来追求这样的义这个义也包括在里面。那我们刚刚说饥渴。饥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肉体上，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一个秘诀，就是你是一个健康的、很有胃口很好。那在属灵上也同样这个意思。通常我们现在今天做母亲节，我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以前可能比较常碰到了哈，就有些妈妈很担心说，奇怪，我的孩子怎么胃口都不好，再煮什么好吃，他们都觉得不好吃那听说我们社会都有一种偏方讲会开鼻的，捌听过吧？会开鼻的，唔知安怎讲特别有人到日本去买那一种会刺激他那个胃口的那种药，什么瓦卡莫多了什么一大堆，就是像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很什么跑回家什么都喜欢吃了，什么煮他都喜欢吃了，我们妈妈最高兴，所以孩子看到孩子大口大口的吃饭他就是一切都很满足了。不一定妈妈煮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但是看到孩子津津有味，你又觉得很有成就感。那这样的心情渴慕，其实也可以比照在我们灵命上。灵命的成长迟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失去了正确的事情的胃口跟渴望。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在昨天呢开始的第一堂，我们就是由孙宝玲牧师来指导我们这个罗马书的阅读。但是我们看见今年年初，我们就曾牧师也开了一个我们的以弗所书的一个查经班早上跟下午的班。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大家对查经有兴趣。你知道吗？读圣经如果读不出味道的，会觉得很累，对不对？一读就想睡觉今天读，明天就翻不出来了。但是你有这个热情，就是真的叫饥渴慕义了。你饥渴想追求神的话语，因为你读到了里面的津津有味，就像你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这样子。那如果你灵性迟缓，可能你的胃口就没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又称到一种叫做神圣的不满足。什么叫神圣的不满足？那个不是你私人的利益是你看到说有一些我们觉得应该努力，一起来努力的。饥渴是耶稣门徒不变的特性。基督徒，我们说耶稣的门徒，我们也是基督徒，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看见说那种心灵的贫穷、谦和跟哀痛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会觉得好像觉得已经拥有了满足了，不是。但是这种神圣的不满足是一种属灵上的不满足，包括我们要传福音，要抢救灵魂，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事工，我们要怎样去关心那些软弱的、有困难的，或是我们看见小朋友在读指日学，我们愿意去帮忙，这些都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教会的扩展，有些什么地方还没做到的，我们要努力去突破，那都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基督徒一种不满足或是饥饿，是因为我们要直到有一天达到新天新地，那就不再饥渴了。
那个时候，我们基督这位大牧人，他就引导我们到生命的水泉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映照说，耶稣在那个井边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那妇人来拿水啊，耶稣给他要水喝。那妇人说哈你没有什么容器或是什么取水的工具，怎么喝呢？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们喝了这个水还会渴啦，但是喝了我赐的活水，你们就永远不渴。神让我们用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想要读圣经、追求神话语的心，是那种饥渴，让我们觉得吃得津津有味。就像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在外面运动啦，忙碌一天回到家，我们煮什么东西他都觉得很好吃一样。那我们所以看见说，这8福有一个小小的分类哈。8福中的前4福是指内在生命灵性上的要求，或是一个路程。生命成长一个路程，是每一步会往下一步走，有一个连贯性的，前一步是做基础的。那一步一步成长，4个福是自己内部的装备。那后面这4个福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态度转向哪里？转向我们身边的人。前4福是对自己的要求，或是装备，或是成长；后4福是你受装备成长了，你怎么样去看见旁边的人？你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祝福别人？第5福是什么呢？怜悯人的，是有同情、有需要的人。那这个经文这样说：以仁慈待人的多么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仁慈待人是神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一个属灵的伦理生活。那耶稣没有特别表达说，到底这个怜悯是对哪一个对象呢？到底门徒应该对哪一个？比如说，有对那些苦难受压迫的人吗？压垮的人，或是饥饿、疼痛病痛遭遗弃的人吗？或是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吗？耶稣没有很明确的分类。但是一个整体的基础是，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怜悯人的上帝，因为他怜悯了我，所以我有能力去怜悯别人。他不断的赐下怜悯，所以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也要活出怜悯。就像我们常常在用主祷文祷告求主来赦免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赦免别人。下面我的辜负，亲像我老下面辜负我的人，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他的赦免，我们也能够饶恕别人。那这是我们在主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能量，因为这个世界通常怜悯之心有人不敢随便来施展呢，因为有时候怕受伤害，所以眼前的世界通常是没有怜悯的啦。我们看到人的很多痛苦跟灾难我们常常世界是袖手旁观的。那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本来大家不是很和平吗？今天这边战争，明天那边互相攻伐，到底什么地方让他们愿意舍弃那个人民的福祉去打仗，伤了很多人民？其实那个罪都在那边产生。这个不怜悯是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恶。那我们看到世界都是袖手旁观，反倒是什么呢？那种报复，感觉上好像很痛快，对不对？很多电视剧都讲这个哇，很多受苦到最后他把一次讨回来呢，你给我什么样的拳头，我就给你10倍奉还呢，所以饶恕在这个现今的社会是很罕见的，而且感觉很乏味。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怎么做呢？是因为愿意怜悯的人听到了痛苦的呼声，对人有怜悯，不是因为要赚取上帝的怜悯，不是说好像我用这个来算上帝的怜悯了，而是因为我被神怜悯了，我才有能力去怜悯别人。那你如果经历到神给你的怜悯，你才觉得这个能量够的。就像我们一个人力气够大，所以有时候背一只小小的蚊子一叮，你觉得是小事啦。但是呢，如果你力量不够，然后背一只棍子一打到，你就跌倒了，就倒。所以，因为你够强大，你才有能力去承受。同样，怜悯也是这样，因为你得到上帝最大的怜悯，所以你觉得怜悯别人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样
的困难。那耶稣也曾经教导，圣经有这样说：你要进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你要先跟你的兄弟和好。他同样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得到上帝最大的爱，你能愿意把你的爱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饶恕的意思是你认知到自己蒙了饶恕了，你被上帝赦免了，你被上帝宽恕了，你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了。我这个能力，所以我愿意去饶恕别人。你有动力去饶恕别人，所以只有乐意饶恕别人，你才真正证明说你是蒙饶恕的人。所以一个会饶恕别人，是因为他已经在神里面好像蒙饶恕，一切都无所缺了，甚至是无罪一身轻了，无债一身轻了。耶稣也不曾经在比喻里面有讲过吗？有人来免了他的债务，免了这个人的债务，他这个出去外面看到有人欠他几块钱，他就要回来。你自己那么大的债务，人家把你豁免了，你出去外面还给人家要，那表示说他没有感受到这个赦免的能力嘛。基督徒是有在饶恕当中看见神大大的应许跟祝福哈。所以一个谦和的人，他也是一个会怜悯人的人，因为我们都承认说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基督徒最大的能力，或是说最大的应许，是因为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是这样子觉得很害臊，或是觉得一无是处，而是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并没有失去我们，或是抛弃我们。所以当我们怜悯的时候，就是对人产生同情，是因为知道对方跟我一样，同样是罪人呐。换句话说，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的困难，所以别人有困难，你会觉得我了解他的困境，他需要帮忙。基督徒能够走到这样，才能够真正看见神给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大，而且跟社会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只有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才知道这个是大大的恩典。当然，我们有时候人被社会的价值观影响了，你一时会搞不过来，或是觉得好像明明被欺负，明明被人家所亏欠了，你会觉得很不服了。你有时候会用人的方法想把它要回来，但有时候这个时候用祷告、交托跟神说，有时候神给你解决的方案，比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更方便、更省心，而且是更有效、更有效果。那是基督徒最大的处世的哲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母亲节了哈，我们想说，这个八福跟母亲有什么关系？我发现到说，今天经文里面，母亲的形象刚好就是这八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指标。换句话说，牧师你有什么直接的例子让我看呢？用讲的没有用啊，看妈妈就知道了。我们怎么说呢？天国八福跟母亲的形象有什么连结呢？我们先说要祝福母亲节快乐了哈。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以弗所书6章2节。这个不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啦，不是，那是真的神给我们世人最大的礼物，就赐给妈妈。有一张图就写说，认真的女人最美，最美的女人是母亲，因为母亲那个美不只是外表的，而是整个生命的美。所以要祝福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怎么样从八福里面有几个部分来映照母亲呢？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母亲她也是从一个少女，然后结婚生下孩子，她也不是有什么足够的教导说怎么样做妈妈，她没有啊。上帝使她做妈妈，她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妈妈，是因为神给她特别的恩典。但是这位母亲她绝对不会自夸说我是一个最完美的母亲，她会觉得常自己谦卑了。她觉得我是这个做妈妈是有限的，所以她会常常说：“哎呀，不知道怎么样教孩子他说明常有亲子课程嘛，对不对？你会请教一些有经验的妈妈说这个孩子调皮捣蛋，怎么样来治他呢？哇，很多困难都在心里面。有时候你会讲说，我怕做不好。那在这个时候，
最好的妈妈是学会依靠上帝，求上帝赐下智慧，那你就是最虚心的妈妈了。因为虚心的妈妈从神得到养育儿女的智慧，是比任何世上的教导更有用。因为谦卑依靠就是虚心的人了。所以真正伟大的母亲，并不是说她是追求完美，而是一个愿意倚靠神的母亲。愿虚心的母亲成为神最大的祝福。第二个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哀痛呢？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是哀痛的意思，就是说看到自己的不足跟软弱，为自己的罪哀痛，为自己的缺憾缺点哀痛。那这个哀痛从母亲的角度是说，母亲最深的爱是常常伴随着眼泪，伴随着眼泪。所以妈妈的眼泪是无价之宝啊！妈妈的眼泪是有医治的能力的，妈妈的眼泪是感动上帝应许的最大的方法。神透过妈妈的眼泪，为孩子的病痛，甚至有时候叛逆，甚至他的未来的前途，为他的信仰能够走在神的道路，暗中流泪祷告。母亲的眼泪永远是最大祷告的力量。所以我们做妈妈的，哀痛人有福了，你最容易体会到养育儿女的辛苦。所以很多孩子的得救呢、回转呢，背后都有母亲常年的代祷跟眼泪。很多见证的故事都在讲这一点。我们知道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出名的奥古斯丁啊，这个早期的圣人呢，他年轻的时候哇，聪明伶俐，很多地方那是挥洒自己的青春呢，但是对上帝没有信任，对信仰不追求。但是他的妈妈莫妮卡就天天为他祷告，为这位聪明才智很强了，但是叛逆不拘的人，不拘的孩子奥古斯丁来祷告。所以他在写那一本忏悔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种悔改的力量多大。原来这个力量是妈妈的眼泪。所以哀痛的人在母亲身上是最大能够展现的。第三个，谦和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看到母亲总是用温柔的言辞化解家中的冲突，用受约束的力量，在我们的犯错时给予包容跟而不是暴怒。我们常常会羡慕说这个虎妈有没有？其实社会上常常有这个虎妈把孩子教的哇，这个功成名就。但是通常这位虎妈她所带来的是孩子虽然有成就，但是对她是一生没有感谢她。她觉得妈妈给我这种教导，我觉得最难受的，反正温柔才能带来力量。所以呢，温柔的人常常是妈妈最大的武器呀。妈妈的眼泪有时候让一个绵完的孩子能够回头。你没有看到有没有？有些社会上的一些通缉犯或者在社会上犯罪的人到妈妈面前就像一个这个觉得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因为在妈妈的爱里面，他不再是罪人或是一个凶杀犯，他是一个妈妈爱的孩子。温柔的言辞能够感动孩子我们常说这个世界崇尚强势啦，但是家庭真正的力量常常是母亲温柔的话语。请记得，妈妈有时候会气不过来打骂几句都是通常的，但请记得最有力量的是爱，是那个温柔的话。温柔的话语是最美好的神的恩典。第四个是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的人有是我们看到母亲那份不求回报的爱。当我们疲累落魄的时候，母亲总是第一个伸出怜悯之手，这是上帝爱我们的一个象征一个指标。弟兄姐妹，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新闻在报道说，你母亲节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最好大家一直讨论很多啦，什么健身的器具啦、营养品啦，妈妈可能喜欢化妆品啦，或是漂亮的衣服啦，是很多好玩的东西，大家都在想。但是有些妈妈干脆讲了一句话，她说：“给我钱最好，没有钱最好因为钱就是等于一种完全的表达了。另外一种是说什么礼物最好呢？就是你从远方回来了，回到妈妈身边，那是最好的礼物了。
你人出现了就是妈妈最好的礼物。我们常常觉得说，有时候那是物质无法代表的，物质无法代替的。那神给母亲一个祝福，是因为妈妈一种完全不求回报的心，所以她像上帝伸出怜悯之手一样。所以我们有人会这么讲啊，这个话我常听到，母亲最像上帝的怜悯，因为母爱让人更明白上帝如何怜悯我们。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讲的这八福啊，在妈妈的形象里面，很多都可以发挥出来，可以表达出来。那神在这八福当中，用妈妈的形象让我们看见，这个可以达成的，是可以做到的。那还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许多母亲呢，为了孩子能走在正直的道路上，常常日夜守望祷告。那对义跟真理的坚持，是家庭最坚实的后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妈妈的哈，不是什么长臂管辖了，什么地方都管到了，啊，不一定成为你最理想的呈现呢。你的守望，你的为孩子的守望祷告，常常是最有力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哈，高中毕业大概都外出了，你怎么样管到他巨细靡遗小事大小事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直升机妈妈”，是直升机父母，还让他觉得长不大的孩子在外地遇到什么事情，马上这样直升机，好像那个救援直升机、灰鹰直升机马上到，马上即刻救援。那你要救到什么时候呢？其实让他活在主的爱里面、真理里面，你就会安心。你用守望看见这个从神来的祝福是最大的。那我们知道，一个最敬虔的母亲最在意的，就是说社会上我们都追求孩子成功，孩子有成就，在社会上被人家所称赞。但是基督徒的妈妈，敬虔的妈妈，不只是看见孩子的成就了，而是属灵的母亲看见什么呢？我的孩子有没有敬畏上帝？孩子有没有真正走在上帝的恩典的之下？所以真正的祝福不是孩子赚多少钱你就满足了，而是孩子是走在上帝的恩典中，走在上帝的恩典的道路。这是妈妈在八福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哈，饥渴慕义的人。那最后一个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母亲常常是家庭的和平使者啦。有时候，当然我们有时候角色会调换。我们常说，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会扮演黑脸跟白脸，对不对哈？他通常是妈妈当和平使者。有时候爸爸比较严厉的时候，孩子会跑到妈妈的怀抱里面，妈妈给他温暖的拥抱、温暖的安慰，用和平来调解父子啦、手足啦，甚至婆媳之间的张力，让家成为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地方。我们常常有这样一句话说：“妈妈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意思是说，妈妈的爱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恩典在那边，无论是在她哪一个地方，甚至说孩子回到妈妈的地方，那就是成为一个家的圆满。所以母亲就像一个桥梁一样，把破裂的人重新连接了起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借由八福来明白耶稣的教导。也许他有他的难度，或是他有他的步骤，或是在这个社会现实面让我们感到那一种冲击。但是主的应许、神的恩典，还有神的设立，永远大过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那在主里面，因为你有安心安稳，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神会大大的供应给我们。也愿每一位母亲，因为活出八福的恩典，在你的家中成为一个祝福的家、蒙恩典的家、上帝所特别恩待的家。这位拥有全部的，或是一个全部他所创造的恩典的里面的上帝，要在一个追求神这个天国八福的家庭里面，建造一个最美、最神所祝福的家。愿神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特别是我们的妈妈。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这首诗歌我们用投影片，如果有同工敬拜团可以帮忙一起领唱，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个